大家好，咱做伙来回忆邮政30年的时间记忆。这幅图是为了庆祝交通部邮政训练所成立30周年，是送予员工的纪念。这背后有真深的意涵哦。这幅图有4个重点，拢有因无同的特别意义。头一个是使命甲创新，展现邮政事业对历史任务的坚持，嘛强调伫变迁的时代推动现代化的决心。斟酌看倒手柄顶面穿制服的员工，代表邮政人员专业的形象甲纪律。再来是正手柄顶面迄栋青色的大楼，就是邮政的标准式，象征稳定和平和值得信赖的企业。再来是正手柄下底的分景和运输，描述早期邮件处理的场景，强调推动创新和现代化的演进。第二个是精神和温情的连结，强调邮政服务不是简单纯的邮件传送而已，是一种温暖的情感连结和社会责任，是信任的承诺和展现服务精神的代代相传。这若亲像双严谨的概念，结合理性和感性的人情味。接续是30年应邀印记的专属徽章，青色的配饰元素，象征记者出席，强化人才培育基地的重视甲纪念。这栋手画风格的校舍，甲平面培育的精神变成真实的场景。甲恁讲哦，这栋大楼够大，还阁咧培育人才呢。顺坎啊，一坎一坎看，这就是走向物流优化和 AI 科技的数位转型。这张步道地图有够水无？这是展现训练所甲在地生态的完美结合，成做一个探索的秘境哦。画面的3因形环总结记忆、创新和在地做连结。感谢大家参与，咱同齐把优惠相传的绘本传承落去。再会。